今日係8月26日，常年期第21週星期三。今日嘅聖言金句係：你們好像用石灰擦白的墳墓，嚟自聖馬竇福音第23章第27節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主題係不做虛偽的君子。喺金庸小說入邊，如果要揀選出最令人喜愛嘅人物，岳不群可能位居前列。呢一位笑傲江湖入邊嘅君子劍，表面睇嚟係一位儒雅嘅青衫書生，蓋下5縷長鬚，面如冠玉，一臉正氣。然而，呢一位外表完美嘅君子，內心卻極其陰暗。佢對權力充滿住慾望，處心積慮去謀奪武功秘笈，不惜陷害、殺害徒兒同埋佢嘅家人。對盟友亦都係趕盡殺絕，讀者或者觀眾無不為佢表裏不一同埋深層嘅機心而感到厭惡。喺今日嘅福音入邊，耶穌就以擦白的墳墓去嚴厲譴責經師同埋法利賽人，揭示佢哋外表光鮮正義，內裏卻會係污穢同埋虛偽。呢一番責備不僅係對當時嘅宗教領袖嘅當頭棒喝，套用喺岳不群身上，竟然都絲毫不差。我諗，如果耶穌要面對岳不群，必然會嚴詞斥責，但同時亦都會為佢嘅墮落同埋迷失而感到痛心。反思自己，雖然就唔至於好似岳不群一樣工於心計、行惡多端，但係都唔夠膽話全然表裏一致。當面對別人有需要嘅時候，有時都會借故避開。對於唔合理嘅事，為咗避免惹嚟麻煩，有時都唔夠膽坦誠咁表達自己嘅睇法。凡係種種嘅人性軟弱，或許不至於敗壞他人，但係喺無形之中，都令到我哋嘅內心同埋行為產生咗裂痕。耶穌所喜悅嘅係表裏一致嘅生命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哋有一份寶貴嘅恩寵，喺受洗歸於基督嘅時候，聖神就已經住喺我哋嘅心入邊。相信只要我哋願意敞開心扉，信服聖神嘅引導，佢就可以由內而外咁樣去轉化我哋，使我哋逐漸成為主所喜愛嘅人。願我哋唔再只係做外表嘅修飾，而係令到信仰真正咁植根喺內心，活出真誠同埋有力嘅見證。今日嘅祈禱係：天主聖神，請你降臨，充滿我心，使我能夠由內而外都活出主耶穌對我嘅期望。阿們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